降雨天气，这也是今年以来全国2418个国家级气象观测站记录的月单日降水量记录。广西气象台预计，今明2天，广西截止27号的这个16点的话，这个钦州这个地方的这个总雨量已经达到了416.9，钦州的最大小时雨强已经达到了143.3。那无论从这个总雨量和小时雨强上来讲，具有比较强的极端性，因此就是沿海这一带地区，特别是钦州，已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这个内涝。由于受这个高空槽引导地层切变线和地面弱冷空气的影响，很强烈的天气。那在北面这其余的地区的话，也是有这个小雨到中雨、局地大雨的显示。昨天14点至今天14点，钦州市的累计降雨量最大值出现在钦北区长田街道钦州市第一中学，累计降雨量达到410.4毫米。受降雨影响，钦州市的学校。哦，希望，希望也在希望。没有菌呢。昨晚11點鐘開始落雨，落中晚咧，落到冇停過，跟住落2日咧。好，咁你可以縮嘅上去，慢慢縮嘅，係慢慢縮嘅啫。好看啊！緊緊人農嘅冇得讀書，又冇得學校，又冇得食嘢，又冇子彈嘢食，又冇得學校，農仔，大家就去收啊，呢啲狗定啊收嘅浸住啊。游翻過來㗎，你好嘛？嗱，游開始落咯，快啲！尋晚落咗一晚大雨，冇方便，又冇得出去買菜，先頭冇得行出去，先啲浸實實，冇出去話頭灑，冇得去買菜，同埋冇得讀書啲嘢咧。希望啲政府同佢搞啲排水辦好喎，溝通啲排水溝嗰啲嘢啊，冇一突然之間落雨，等佢辦作，等佢先啲浸實啊，先啲都屋先啲浸實。